讲到咱的国造畅水南海群号今仔日头一届进行尖航测试啊，上届深呢会当畅到50米深。专家认为讲测试过程当中有一寡问题拢是正常的，实际畅水发现问题才会当来改善，未来也会愈畅愈深，进行这压力测试。外界也质疑讲这海群号的工期伤过长啊，台船公司是强调讲整体进度拢无去前着。 豆豆对高雄港驶出，地船证实国造畅水南海群号29尾头一届畅水航行的测试。海坤姐，大声喊加油！军事迷将有红布条啊，全力支持海群号。各有民众特别对台南走来见证。一早就从台南出发过来这边，想要见识一下，对我们国造的前舰到底长怎么样子。 根据规划，海群号这届测试将望镜深度会来到50公尺深。专家分析，水面甲外壳承受海水压力的情形，会是观察的重点。今天的测试，只要顺利完成的话，就要进行深海测试。那深海测试就会到小琉球以南的海域来进行更深的一个海域测试。各个舱门的水密哈，然后呢，那个钢板能不能承受相关的压力，其实呢都要经过不断的调教，因为这个调教呢不是用人眼来看，一定用科学仪器去检查。因为之前海群号伫测试的时，捌发生过液压系统有问题，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关注相关的问题，敢已经拢改善，因为代志关系到测试人员的安全。像如果说有一些装备你都还没有到位的时候，勉强去做，不管是浮航或潜航，其实都还是会造成很大的安全疑虑。延宕归延宕，但至少呢，现在已经开始了相关的测试哈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。亚南海群号对2020年11月24开工，到达大约5年2个月，头一届进行畅水航行的测试，防这个工期较长。地船回应，无论伫建造机程还是经费，海群号甲别个国家新造的畅水南来比，经费并无较济，工期甚至是比人较紧。强调整体进度并无延迟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